阿嬷做志工团，一透早提前去用具到庙里药清宫大饼扫。阿公爬上神道，甲雕花的鹰叶拢切掉，而且该爬真悬，甲挂伫悬顶的大鼓切互清气。阿嬷嘛真无闲，大家人拢摕桌布详细的清拜道、签档。上重要的，阁有神明嘛爱换新衫。摸底下嘢哈，宠物都有哈。真细致，甲神明身上垃圾的衫脱落来，扫落来换新衫抵神无啊。一楼整理甲差不多，阁有2、3楼。庙里药清宫是一间大庙，有300外平。志工团一口气出动39个人，要用5点外钟才有法度拼了。很开乐，很那个呀，很健康啊。生命的是越做越健康。26年了，我现在很少生病过。无用半工，无人花忝，大家休困都是做伙食物件开讲。参加宫庙清洁志工团嘛是交朋友，和大家做伙摒扫、动手整理，身体定定活动，精神和体力嘛拢真好。我们发自内心来做哈。我们的时候没有什么要寺庙给我们付出什么酬劳或什么，我们就是发心来做。不管是大庙或者是较细间的庙啊，只要伫庙里关有大饼扫的需求，这千岁志工团一定会出动来斗3工。尤其是农历过年之前，阿公阿嬷拢真无用咧拼宫庙的环境，只要参拜信徒，感觉真舒适，伊嘛真有成就感。